一般嘅中產，面臨咗係咩痛點，佢會係考慮海外投資呢？咁其實中產嚟講呢，佢基本上就唔係話諗住一啲我哋叫做乜嘢大投資或者係保住資產。其實中產最緊要就係佢解決咗第一，佢嘅居住，佢嘅住屋嘅需要。咁而喺解決咗住屋需要之外咧，剩餘嘅資金咧就考慮投放響邊度啦。咁可能會係投放響香港嘅地產市場，或者考慮投放響基金、股票各方面一個叫組合。咁而我哋發覺嚟講咧，其實係響呢個係房地產市場，如果有一個叫中產我哋叫專業人士，佢哋辛勞賺取一啲收入去打工嘅話咧，其實佢哋係我哋叫靠佢嘅勞動力，或者係靠佢嘅個人嘅專業去產生啲財富。咁而喺某個程度，隨住嗰個日子或者係隨住嗰個年齡，而佢令至佢嗰個收入會驟減嘅。咁所以嚟講咧，我哋見到好多朋友咧，其實係當佢累積嘅財富之後咧，先去諗去將佢嘅資產去點去擺。或者先去諗將佢資產擺響呢個係房地產或者係邊度。咁我哋見到最大嘅投資群係咩呢？係一群係專業人士，特別係醫生。醫生佢哋基本上嚟講，佢哋係一個好忙碌嘅工作，一上晝下晝可能會跑唔同嘅診所。每日我見到牙醫佢哋個 booking 好 full，15分鐘已經要做幾多個牙。因為點解呢？佢哋嘅成本係非常之高，因為佢哋冇去求學嘅成本，同埋佢嘅醫療設備嘅成本，各方面嘅成本非常之高，所以佢一定要把握嗰個時間去爭取最大嘅收入。咁所以我哋見到咧，唔好話醫生收得貴，其實醫生嚟講，佢哋付出嘅無論係個努力同埋嗰個精神同埋個體力，響佢由佢學習去到而家實習，或者去到佢我哋叫做開自己有嘅醫務所，或者去到連鎖店，其實醫生係投放大量嘅時間響佢嘅專業裏邊。但係醫生某個程度嚟講咧，佢哋係比人哋會先快一步，就因為佢產生嘅財富，除咗係應付佢日常開支之外咧，其實佢係冇任何嘅消費，除咗佢身邊嘅我哋叫屋企人先會係屋企人先會幫佢處理一個大嘅財務同埋個消費者。咁所以醫生嚟講，其實某個程度咧，佢哋係喺香港係偏向一啲我哋叫投資一啲固定嘅資產，因為固定嘅資產咧，同時間係對行咗通脹，亦一方面嚟講，亦都會產生一個穩健嘅現金流。咁所以喺專業人士角度嚟講咧，佢越早去參與個市場咧，佢而產生佢嘅被動收入就越多嘅。所以我哋見到好多醫生嚟講，佢除咗自己自住嗰個住宅之外咧，佢會投資唔同嘅我哋叫做以前限購咗就住宅限咗佢啦。咁佢大部分咧就入咗去工商鋪裏邊咧，都會投資咗好多嘅。咁而隨住嗰個時間嘅增長累積嘅時候咧，咁而每一間鋪頭或者每一個物業產生一個現金流嚟講咧，等同係一盤生意。咁所以嚟講，醫生佢哋最尾咧，我哋見到咧，佢哋係唔需要去擔心佢嘅現金流，因為佢嘅現金流就係響佢前期辛勞嘅工作過程中，而佢買下好早之前已經買咗落去唔同嘅資產。所以我哋見到咧，就係大部分嘅投資者係一啲我哋叫大部分投資房地產嘅投資者咧，佢哋係將佢嘅時間係擺咗喺個專業裏邊，而最唔需要花時間去打理嘅莫過於係物業嘅。咁我哋見到，所以嚟講咧，我哋響好多客人係醫生，亦都係同佢哋交往，亦都明白佢哋嗰種時間嘅緊要性。咁所以嚟講，我哋見到，但係響一個我哋叫大週期裏邊，或者成個呢個地區性嘅結構性轉型嚟講咧，亦都好多醫生咧，其實開始要面對佢嗰個資產要去做一個重組。咁重組嚟講咧，就佢哋要將佢哋可能會係我哋叫 cash cow 啦。cash cow 嚟講，呢啲係奶牛或者係呢啲我哋叫做呢啲現金流咧。咁要去點去再去係咪真係再投資落香港咧？還是比一個比香港更加能夠穩健，亦都係有更加發展空間嘅地方咧？
咁呢班嘅專業嘅投資者咧，其實就已經開始係步入咗去尋覓一啲優質嘅資產。大家可以見到香港嘅樓市點解發展商連投地都係我哋叫做非常之保守。最近新鴻基投到東涌，或者係我哋北部都會區好多嘅土地，好多嘅發展商將啲土地直情係按我哋叫政府收購價賣翻俾政府，就係因為佢哋見到5年之後嗰個市場嗰個消化住宅嘅市場係成一個疑問，亦都係無謂去揸住咁多土地，而不如就套現咗做現金流去俾佢自己去做發展。好似喺新鴻基嚟講咧，其實佢哋已經係將20年咧，其實佢已經將佢嘅現金流早就已經係擺放咗喺呢個係中國嘅各大城市咁亦都體驗到呢個係佢哋判別未來嗰個經濟增長嗰種做法。咁另外一方面嚟講，其實我哋見到咧，領展都係一個非常之我哋叫精明嘅投資者，因為佢係基金要向股東交代，所以喺2014年嘅時候，佢就將香港嘅資產重組而打包俾一啲投資者，咁而佢將佢產生嘅現金流亦都係買同一個動作，就係睇見邊度好未來5至10年有高速發展嘅地方，就係睇中中國嗰個係核心城市裏邊都係買晒我哋叫最核心嘅地點。咁無論響日後嗰個資產價值升，或者日後嗰個租金回報嘅現金流嘅產生，都係一個好好嘅投資。我哋見到好叻嘅投資者就係當佢市場出現咗改變嘅時候咧，佢哋會將佢嘅資產重新去做一個整合，哪怕係喺外界見到，喂，你好似輸咗或者咩喎？其實我哋好多時，我哋一般人都會係睇得太多嘅新聞，太多嘅故事，太多嘅牽情嘅新聞咧，令至我哋錯判咗每一個人做投資背後佢嗰種訴求同埋佢嗰個客觀嘅分析。